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4月1號星期二啦。咁我琴日出咗條片講香港嘅吉鋪處處啦。其實呢個就唔係單單市民自己見到嘅一個景象，其實亦都有數據支持啦。講緊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出嘅物業報告，其實都證實咗咧，香港嘅吉鋪即係所謂商鋪丟空嘅狀況咧，已經係升到11.8%，即係換言之咧，有8個鋪位就有1個係丟空嘅。咁呢個咧其實都反映緊咧係香港即係零售業凋零嗰個狀況，呢個數字係創咗歷嚟新高。咁我見琴日出嘅所謂零售銷售數字啦，講緊係跌咗1成3，亦都遠大過預期。零售管理協會咧亦都表達咗咧，其實對過去一段時間所謂盛事經濟雖然係帶嚟咗人流，咁但係對帶動消費咧，似乎個作用係相當有限。呢個亦都反映緊咧內地消費降級，大家係雖然願意出行，但係未必係願意使錢，呢個都係而家香港零售界咧面對一個困局。我見有朋友都有留言啦，係講到譬如 HKTV Mall 呢啲咁嘅狀況，其實未來咧都係好靠香港人咧自己去支持翻香港嘅店鋪，以免咧係譬如被京東呢啲咧所謂內地嘅巨無霸咧係即係打倒啦。呢個係相信大家都唔想見到嘅情況。咁今日想講嘅題目咧喺標題都見到啦，講緊北部都會區嘅一個意向書嘅截止啦。咁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呢？唔係即係呢啲大白象工程相對都比較沉悶一啲咩？但係我留意到喺22個所謂有入意向書嘅財團入邊呢，我哋見到呢有長實嘅身影。長實係其中7個本地知道嘅發展商入邊呢有份入標嘅。咁呢個呢，其實就背後俾咗一個特區政府呢啲財金官員一個難題啦。如果長實入嘅標價係合理，而最終到呢3個所謂北部都會區嘅片區開發要招收截標嘅時候，咁到底香港政府會唔會將呢個北部都會區呢個中央咁重視嘅一個所謂南金融北創科嘅一個重頭項目交俾長實呢？而長實大家知啦，喺過去呢幾個禮拜係不斷被一啲官媒啦，以至係中央政府呢係啟動咗所謂一個壟斷嘅調查，係質疑佢哋喺出售呢個40幾個港口嘅時候呢，係咪違反咗國家利益？甚至乎講到係民族大義，咁呢個其實背後折射出呢，就係到底長江實業未來喺香港以至內地嗰個商業部署會有咩變化呢？而呢個背後喺地緣政治衝突之下，香港金融中心嘅角色會唔會因為呢個事件呢而產生巨大嘅一啲不明朗因素呢？呢啲都係嚟緊想同大家講嘅。咁呢個北部都會區其實由舊年開始發展啦，大家記得由特首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至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搞壇大龍鳳啦，就引咗過百間嘅無論係本地企業、國企、內地民企做一個招商。咁當時好多間企業咧都有近80幾間咧都有簽呢個表達意向書，但係希望可以即係參與呢個北部都會區。咁呢而家嚟緊講緊啱啱接收意向書嘅3個北部都會區咧，呢啲所謂片區開發咧，咁簡單講其實就係打包賣地啦，就係將塊地皮係交咗俾呢啲私人財團，由佢哋去做一個規劃，當中既有可以支持發展項目嘅住宅項目啦，亦都有創科嘅項目啦、物流嘅項目啦，亦都有好多公共設施，咁就由政府交俾呢啲私人發展商、私人財團咧去做一個規劃。咁呢3個所謂片區開發咧，分別喺洪水橋啦、粉嶺啦，同埋大家都好關注就係新田科技城。咁講緊個投資規模咧，全部都唔細嘅，因為地皮面積講緊由12公頃到18公頃。政府自己初步估算每個片區咧係嗰個投資額要高達100到200億，係一個相當巨額嘅投資規模。坦白講喺香港而家呢個 moment 咧，有能力參與嘅
財團發展商呢，其實可能真係五隻手指已經數晒。包括我哋講緊譬如四大華資家族，咁譬如長實、新地、恒基都仲有相關嘅資金可以應付嘅。但係新世界呢，講緊個負債比都去到50幾，亦都要不斷係做一啲債務重組方案。雖然佢今次有入標，但係我相信都係陪跑嘅性質居多。咁而其他可能係一啲譬如會德豐、太古、華懋、九倉呢啲，會唔會係做一個合組嘅財團去參與呢？亦都唔排除，因為過去其實佢哋都有記錄呢，係做以合組嘅財團去參與一啲大型嘅發展項目。咁但係始終今次呢個所謂片區開發同以往私人賣地嘅形式好唔同，你既要handle 即係住宅嘅發展項目，同時呢啲創科以至係一啲物流設施係唔係香港發展商呢過去好擅長嘅做一個管理嘅。咁所以其實坦白講，喺本地財團嚟講呢，真正有能力應付嘅可能真係只係得長實、新地、恒基呢三大財團。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就長實大家知李嘉誠一手指揮嘅呢個所謂出售港口賣港嘅一個部署咧，已經觸發到所謂國家民族嘅利益。咁呢個其實喺咁嘅背景之下呢，甚至乎彭博亦都有報導提出啦。中央政府已經係要求一啲國企、央企係唔可以同長實進行任何嘅合作。咁雖然事後有消息就話即係呢個唔真確嘅，咁但係之後嗰日我哋又見到咧，呢個市場監督管理局咧就啟動咗對長實嘅一個所謂出售港口今次一個反壟斷嘅調查。其實呢個我都覺得係拗晒頭。你今次賣嘅港口既唔包括香港同中國，咁你由咩理據咧去用一個所謂反壟斷調查咧，係出售係去調查今次長實嘅交易呢？根據官方嘅講法咧，係因為呢啲港口咧係好多中國嘅商船都會使用到嘅。咁呢個如果你咁樣引申落去呢，咁其實你全世界任何一個呢啲所謂私人嘅交易，如果一旦有中國人參與，可能係日本有2間拉麵店要合併嘅，哇！原來有中國人去幫襯嘅喎。咁呢個係咪又涉及你中國人嘅反壟斷調查呢？如果你嗰個長臂管轄係去到咁嘅階段呢，其實我相信全世界冇人願意同中國做生意㗎啦。咁但係而家呢個現實就係咁樣，咁亦都背後折射出其實就係中央政府對今次長實嘅交易係相當不滿啊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講緊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區有100幾200億嘅投資，咁最終如果長實係願意參與，因為可能係出於向北京示好或者係其他理由啦。咁如果相信單係計成本效益咧，就唔划算嘅，因為你講緊其實個回報亦都相當成疑問啦。而家香港住宅樓市都仍然係未見起色。你講緊喺粉嶺、洪水橋呢啲供應重鎮，你再出售住宅項目，係咪真係有合理嘅資金回報呢？都係好大疑問。咁但係如果因為中央政府咁重視呢個北部都會區，咁所以李嘉誠都話我哋參與啦咁。咁個問題就嚟啦。咁既然係北京中央政府對長實已經擺出一個敵視嘅態度，咁你香港特區政府嘅官員會唔會將呢個所謂北部都會區交俾長實去發展呢？而呢個北部都會區係講緊習近平本人親自高度重視嘅喎，咁係一個變成一個即係相當大嘅難題啦。咁你唔批俾佢，咁其他財團有冇能力去接手呢？還是你只係全部3個片區全部俾晒內地嘅國企去參與呢？咁變咗其實呢個就係由國企啦去壟斷咗香港未來呢個創科發展嘅咯。咁呢個其實變成咗一個相對上係一個都幾大嘅難題。我相信可能李家超或者陳茂波就會咁樣向中央政府做請示啦，因為而家凡事都要先問準北京啊嘛。咁但係北京會唔會做回應呢？我亦都相信好大機會會不作回應。咁你引申個而家個問題呢，其實就係雖然最近有唔同嘅消息啦，都話長實可能會押後喺4月2號呢個所謂限期前暫時唔簽約出售呢個
40幾個港口俾貝萊德 MSC 合組嘅財團。咁但係其實呢個所謂4月2號呢，根本喺合約上都唔係一個正式嘅限期，因為成個交易講緊係有180日嘅商討期限。咁變咗其實而家長實只不過係暫時暫緩緊成個交易，亦都睇唔到話咁樣而係作出跪低啦。咁坦白講，其實我自己認為成個交易呢，如果長實最終係拉到呢，其實無論對長實、對香港、對北京中央政府呢，都唔係一件好事。長實固然如果唔出售呢40幾個港口，其實你見到特朗普政府已經向巴拿馬施壓，好肯定呢，就係巴拿馬未來呢都會用唔同嘅理由，包括可能係審計啦、法規啦，將巴拿馬2個港口經營權收回㗎啦。咁長實一定呢係唔能夠再經營呢2個碼頭，而調翻轉北京因為今次嘅事件，其實亦都係進一步加劇咧同美國之間嗰個衝突。咁呢個可能係係咪中央政府樂見呢？更加重大嘅問題係香港未來嗰個定位，因為如果你今次中央政府插手今次成件事，令到交易最終告終呢，其實正正就係中咗美國國務院國務卿魯比奧嘅講法，就係所有嘅香港企業其實都要聽命於北京政府嘅指示。咁呢個令到呢就係香港嘅企業呢，就未來嗰個定位呢，變成同一個內地國企呢係並冇分別。咁呢個對長實嚟講固然係一個大問題啦。未來無論喺歐美、喺歐洲、英國要進一步增加投資呢，都必然會引起呢所謂國家安全嗰個審查，係咪願意呢啲西方國家將一啲重要嘅公共設施，譬如係水務、能源、交通基建係交俾你長實，佢哋認為係一個中國企業呢。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個定位係點呢？如果你香港嘅所有企業，正如我上個禮拜條片講，因為今次長實呢個交易引起香港所謂大孖沙嗰個震動，因為過去佢哋做以商在商言商去做交易嘅時候，都冇諗過呢啲所謂政治嘅一啲風險。但係而家呢，就似乎喺呢啲政治風險呢已經凌駕，甚至係凌駕商業利益。咁喺咁嘅層面之下，其實佢哋又點去計數呢？而甚至乎外資點樣睇你香港呢個市場呢？其實你如果咁樣去做一個變相插手干預成個商業交易呢，其實你香港嘅商業中心、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就已經蕩然無存。你自己親手將香港呢變成內地嘅一個城市，可能甚至乎比內地城市係更加差，因為你基本上係並冇內地嘅一啲所謂政治上嘅優勢，反而就係你變成咗喺一個投資嘅掣肘上呢，就係受到中央政府嘅指揮。咁呢個對香港未來金融中心嗰個定位呢，只會係有害而無利。咁所以其實成個交易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呢，我估計未來其實都仲有啲拆解嘅。咁以李嘉誠嘅商業智慧，可能佢喺個交易上會做一啲條款嘅改動啦。譬如會唔會係長實保留翻譬如5%到1成嘅股權，咁變相我都仲係有一個利益喺入邊呢？以至係會唔會喺交易上再引入一啲其他譬如中方嘅財團參與呢？咁呢啲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呢，係拆解而家嗰個政治風險。咁希望呢，最終呢係唔會變成呢成個交易拉倒呢，而損害嘅唔單止係長和、長實、李嘉誠，而係成個香港金融中心嗰個所謂一國兩制啦。而家你哋成日聲稱仲係一國兩制啊嘛，喺咁嘅背景之下，反而係犧牲咗香港成個商業金融中心嘅地位呢。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諗嘅。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咁我留意其實好多有睇我片段嘅朋友呢，大概超過一半呢，其實都未訂閱呢個頻道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like 啦、share 啦、subscribe 啦，咁令到更多人呢睇到我分享嘅內容。咁今集講到呢度，咁我哋聽日再會。